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拓啊。观众朋友，美国国会议长 Pelosi 伫台湾的时，中国已经济动作，连咪讲今仔开始要伫台湾四围军演，连咪讲禁止千外项食品输入中国，连咪讲不爱卖天然砂互咱。中国讲解放军要来台湾，互台湾山油地动，咱甲即嘛。中国嘛，做爱讲后果家己负担，这拍算高一项，中国讲了有准算的，当然是咱家己负担，咱即马就要来家己负担。阿飞伯过往差不多2冬，伊伫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讲台湾人无得惊啦。观众朋友，你会惊无？咱今日来讨论 Pelosi 访问台湾了后的局势，讲免惊的。小开现场来宾，邀请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国政基金会李正修副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政治评论员陈在林先生。各位台湾的主人，咱收看这个台湾新眼界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邀请农业议题作家赵君先生。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 ，Pelosi 议长吼真卡拄啊走，即马中国开始咧报鸟市湾吼，为今日开始到初八伫台湾四围市的区域吼，要进行军演。另外，咱看到无人机吼，昨暝2摆飞对金门去哦。另外，阁有27台战机吼来扰乱咱的领空。另外，伫经济方面吼，要暂停输入台湾的柑仔类的水果，甲冷冻的白刀鱼巴郎鱼。另外嘛，禁止台湾对中国出口龙鱼的食品加工品吼。嘛要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砂，过来吼，若是接受台湾民主基金会甲国合会捐款的企业吼，袂使甲中国来合作，嘛禁止因的负责人入境。另外嘛要掠这个中国吼，用台独点名做记号的人士，咱的杨智嫣今日就伫中国互人掠起来吼，这拢是中国对台湾吼，会使讲报鸟市湾进行的这个制裁。但是咱先来看军事方面军演的报道。晚上2000战机挂飞弹飞上天，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全面戒备，因为中国解放军初时开始连续3天要伫台湾4比6个海峡进行封锁性的军事演练，开展预警指挥、干扰压制、兵力禁压等。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置，正与空中兵力联合开展海上封锁、对空拦截等科目训练。这届中国军演的范围是西台湾海峡，部分地区甚至和台湾的领海贴做伙，并且空中的侵扰也无停止。提早暗时，金门、北碇地区的空中，头一届发现疑似中国无人机来侵扰，警方部射信号弹，该警告赶走。而且根据台湾西南空袭的迷踪专业记录，中国空军这个月已经累积进入咱空袭3天，公布赶走的记录已经有21届。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原来中国敢会借这届机会取消海峡中线，射导弹飞过台湾的领空。军事专家表示，海峡中线本地就无法律规范，是各国中间无公平的共识。因若射导弹应该经过大气层，落伫台湾东部海峡，无算是国际法定义的领空。这款做法是咧拍心理战。依照国际法相关的规范，这是领空，这是不及于这个就是大气层外围的太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共它要打击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民心士气。以国际法上面有关于封锁的定义来讲的话，它的这个6个超演区其实并不算封锁，只能算是一种姿态而已。军事专家强调讲，台湾人的气票比1996年的时更较坚定。各项硬体包含爱国者23型的飞弹，各造天宫23型的飞弹，这是世界101的防空飞弹的密度。中国军事演练封锁台湾，台湾应该把握国际讨论的好时机，冷静应付。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你有看到吼？咱即摆来看，为今日开始中昼吼，到8月初8的早时，中共要伫台湾4围吼，拢总7个区域来进行军演吼。离台湾上近的所在，敢若
9.5公里吼，咱甲这个地图吼放遮大是有原因的，洪总大哥。那是伫台湾四围安尼军演，也就是伫这个所在。另外中共伫南海嘛有军演吼，亲像安尼来演习，受到威胁的，事实上毋那是台湾，敢毋是？对，伊即个是吼，真侪人可能讲敢想到讲，台湾是中共唯一的目标，其实这无正确，因为伊上大的考虑是后壁迄个上重要的战略的这对手，就是美国。所以像那南海伊嘛演习，台湾海峡附近，伊毋是敢拍西面尔，毋是靠台湾海峡内底，伊当面嘛爱拍，啥意思？伊知影讲雷根号伫遮，过去1995年、96年迄届。美国克林顿总统派的是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对无？伊是南北拢顾起来。是96年的时阵，所以就迄届了后，中共尤其是军方，因一直在想讲，我佫无爱佫重演即届做下民主的这个感觉。是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来，就甲我箍掉的啦，互我袂顶袂动，因为迄阵伊无像讲即摆像东风2啊一型的这第一型吼，这个。战术的弹道飞弹，伊虽然是较低度，但是伊的速度较紧，伊佫有侪弹头。是。这伊内底迄个弹头吼是几啊粒的，可能就讲3个、6个拢有可能。可能佫会变讲伊落落来这个轨迹变轨，会变化，那变化球咧吼，甲你投棒球共款，有变化球安尼会弯，所以你足歹去拦截。所以有个人，听到讲即个中共要去拍飞弹，讲伊拍过来那个爱国家，什物甲拍落来嘛？是。咱只考虑一点吼，讲咱敢有真正较侪爱国者飞弹？迄毋是讲盐水要放风炮，你炮声偌济就偌济，无咧。迄要生产一枚吼，毋是讲要卖问题。你要生产出来一粒，就爱开偌济时间较钱。哦。内底这零件较了咧，去倒来？敢有发包去生产？因为你是民主国家做的嘛，你毋是讲这集权国家吼，讲一句话，领导人一句话，你会对工厂去做，无这个代志。是，你爱编预算，对吧？爱个落计划，爱个请人。所以台湾袂当讲，含这集权国家吼，这罗马国家共款讲，我偌济我就拍偌济，咱无迄个本钱啦吼。是。所以颠倒转来讲，既然中共知影讲过去的教训讲，美军的迄阵的战力比较强。航空母舰的比较济，个内底佫有其他伊的无人机伫头顶的无人机，战斗机也好，还是打击机也好，是这个军力综合起来，其实迄阵是真正赢过中共真济，所以伊毋知讲安尼就好啊，吼收起来，伊就收起来，嘛无讲啥啦，就收起来尔。是，即届毋是，即届得寸进尺，对无？3工前宣布是讲我要拍6位。今日甲你讲，佮甲你加嘛，讲佮加一位，加一位，佮延长算然后要1工，吼，无甲1工。是。8月8号，互你吼，台湾人要过88节吼，父亲节吼，过了袂爽快啦。哦。吼，咱安尼讲，这有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是。但是上重要就讲，伊要实现一个我拄仔讲的，既然过去是美军从日本甲咱算讲来维护咱台湾，挡着因解放军是要做的代志。其实讲真的哦，你。当然，迄阵哦，真侪人会讲会拍啦，无讲袂拍啦。信假恒信，信的人就会信讲袂战，怀疑讲会战的人，就想讲要战争啊，就移民啊，卖厝啊。哦。迄阵真正有人，台北人讲1/3咧价钱就卖啊，就走啊。是。伊摕着钱就走啊。1995年。95年，到96年，因为迄时间看较长嘛，有人都95年惊着96年就卖了就出去啊。吼，台湾即届。可能小可无共款，因为过去咱台湾的民调嘛好，还是讲最近这2-3年，因为中国甲香港的问题，真侪咧台商，还是讲台湾的干部伫遐的人，拢顶头考虑讲要为大陆做生意，还是去香港要生活，因拢顶头考虑的，拢真正搬转来。所以毋知做一个所在讲，台湾自北到南，真侪厝拢卖了，哪会卖了咧？个卖了，拢是大平数，讲像个豪宅级的，那是讲一下个卖了，那有较好啦。吼，这是一个后壁一个现象，可能就是讲一寡台商，伊可能无讲完全拢撤退，
但是咧，伊可能叫伊的侍者讲，好，你先等下买厝，哦，啊，你等下台湾结婚，啊，咱工厂慢慢参详看要哪搬还是安怎，吼，要哪结束还是要哪收煞，要去刷去倒一国嘛好，有诶刷转来台湾，所以毋知讲，即2、3年讲有进前讲，台中啦，倒位诶工业区诶地拢都桃园诶拢抢了了，哦，吼，啊，毋知讲农地工厂嘛，真侪拢死灰复燃，吼，进前去用查，去用讲污水安怎啦，排废气安怎无排啊，去用查。有落尾个搁起来，啥啦？因为有需要有订单，吼，订单有来时，你无接袂当，哦，无所在生产个来做，所以咱变做讲台湾的民心含过去嘛无啥共款，所以伊毋知会试探性讲，我搁加一位看卖，我搁加1工半工看卖咧。是啊，可能你若讲像咱有迄个军事专家嘛有会讲，真可能伊拍可能是较新诶。但是咧，久会拍无，久会当然会拍啦，吼。哦。大部分咧，军队演习的时阵，实弹演习拢会摕旧的来拍掉啦，吼。是。啊，但是会拍新的无会。是。可能南参要拍，因为新的我嘛是爱试，尤其是毋是讲我那实验单位吼，发咧科学实验的火箭，像讲咱进前去咧伫咧屏东遐放共款，高棚遐放，迄是实验型的。毋过咱即马，迄无成功无要紧，但是真正实战的部队，伊会想讲趁即届真仔来拍看卖，拍上新的看卖。是，正如老师拄则洪忠大哥讲到吼，即个七个区域吼是针对，事实上嘛是针对台湾的威胁啦。毋过即个7个区域内底吼是讲7个完全拢超过海峡的中线。不过中国是在来拢毋捌承认讲台海有一个中线吼，啊，即个7个区域针对台湾，啊，拄则洪忠大哥甲咱拢讲，其实这毋免伤烦恼吼，咱毋免惊，毋免烦恼，即个本钱伫倒位？主要啦，当然是讲对你若讲对两岸吼，列军力来讲诶，当然咱无多甲中共来比较，因为因人多钱多。啊，武器济，因为咱无想要行即个军备竞赛这条路嘛，因为对咱来讲，其实是无法度负担。啊，毋过另外咱即个军队即马开始咧行是讲真实，然后有实力，因为咱即个部队，咱即马开始是用自愿役为主要的部队，所以咱即马训练是较真实、较精壮。吼，这是确定的啦。啊，当然咱嘛需要去买相当的武器来搭配，因为咱加上咱的训练，安尼才有法度去抵抗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啊，我一直在讲中国是咧为着普罗斯来台湾咧报鸟车湾，一直安尼讲嘛是歹势。不过中共安尼军演吼，除了来吓惊台湾了后，敢有别种的目的？我讲正了。就像迄个主持人讲的，确实是为着要保鸟车湾啦。为什么？这个军演为当时开始，为8月4号中昼开始。是。啊，普罗斯当时走8月初3下晡嘛，差不多6点离开台湾。啊，为什么伊那毋踮咧普罗斯踮台湾就开始咧演？伊唔敢嘛，啊，为什么唔敢？伊后壁是美国啊，美国军力啊，所以伊无法度甲美国对抗，所以伊只好找台湾来出气嘛。是。啊，问题对台湾来讲，因为即马台湾人的心态，甲1995、96年迄当阵心态其实无共款。是。免怎讲？因为95、96年迄当阵呢，确实因为是经过足侪年拢无。两方拢无咧相战的，迄个时阵，所以足侪人会惊，所以听到迄个洪章大哥就讲嘛，足侪人就走。问题即马咧，大家想讲，你确实想要威胁台湾，问题你唔敢正拍台湾。哦。因为即个时阵，因为台湾无甲你挑衅啊，无讲要安怎啊。譬如讲，蔡英文总统嘛无讲我要宣布独立。啊，咱嘛无讲为着要宣布啊是安怎，想要甲你相战嘛。所以这个条件以下咧，比如讲中共，伊嘛无法度讲啊，佩洛西来，伊嘛爱用来表态一下。是。伊除了对美国在咧大细声，
吼，就讲我袂爽啊，我不满。问题伊嘛对台湾来表示讲，你台湾国家安尼做，我后摆会报复会愈来愈严重。哦，吼，报复会愈来愈严重。所以进前啦，迄个 Pelosi 来进前，其实美国除了有赞成的以外，其实嘛有小可的学者嘛有咧讲，其实这个时间无啥好，像直直支持台湾迄个格莱伊，大家拢知影迄个格莱伊。哦。伊嘛有写文章咧讲，这个时间无好，这个时间无好，因为对台湾来讲，因为你 Pelosi 会用个走，因为伊唔敢拍 Pelosi， 像迄个大家拢知影嘛，迄个中共迄个胡锡进，就讲啊来，那个拍来嘛，哦，啊无就中共的无人机哦为台湾的上空飞落去嘛。毋过结局拢无拍呢。对啊，结果咧。伊上到要讲安怎？好啦，伊要来就来啦。是。后边安怎？伊就知影伊根本无法度嘛。是。啊，毋过过来伊有讲嘛，伊讲 Pelosi 走，问题是台湾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这个危险。好，当然当然大家拢会讲嘛，问题就是讲台湾这个时阵承担的能力比96年迄当阵其实更较强啦。是。正像老师讲到这个承担的问题吼，政府唔是讲放放互中国伫遐咧军演吼，咱的行政院嘛有针对这个军事、另外经济方面，拢有一个应对的办法。咱即摆来看。针对最近政治甲经济情势，蔡总统指示针对产业的冲击、境外海客、海协军演、海陆空应变等方面，要求各部会应用，并且适时向国人报告。行政院昨开营运会议，议长指示各部会确保社会正常运作。稍早，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在行政院邀集相关部会首长召开营运会议，指示各部会主动积极，防止任何外力侵扰。确保政府及社会运作如常。经济部长王美花讲，面对中国的威胁，目前油、电、水加天然气接收站等设施安全拢加强防备，国内能源的储存量也拢超过法定的规范，会当充分供应国内的需求。目前的燃煤的部分呢，有39天的存量，石油的部分有146天的存量，天然气有10到11天的存量。昨代替甲超商的电子看板资料互人篡改，有一寡公务机关的官帮也互骇客攻击。行政院政务委员邓宏讲，行政院资安处已经提升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提悬资安防护的等级，各机关之间加强资安联防。昨天各个公务机关有受到网络攻击，那总流量大概超过1.5万个 Gigabit。那这是超过过去单日最高攻击量大概23倍哦。伫海空运输方面，交通部长王国才讲，3天的军演拄好甲台北飞航情报区占满，所以通过飞航情报区有18条航线受影响，不过已经有代替航线。因那海路的部分，因为无固定航线，随路飘过演习区就会使。然后现在疫情期间一天降落跟起飞各大概150架。就比疫情以前少很多，所以我们初步评估，在我们机场的评估是影响不大，但是飞行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重申，中国甲国际规范相违背，无排除向 WTO 提出告诉，并且全面启动新兴市场外销、内销加工，还有网络平台购买，希望个人用行动力支持农渔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随讲中国即马伫台湾四围的军演总是咱的国军是提悬这个戒备，总是战备的状况，犹原是经常战备的时期，并无提升咱有把握迄个状况。另外，因为这个演习的关系，台湾四围的领空可能的航线受到影响。政府日本、菲律宾来协调照迄个替代的这个航行的道路。咱看即款的状况，咱来请教财灵大哥四围互人围调咧。中国即马伫军演你感觉真需要真烦恼，因敢真正的咱讲来攻击台湾咧？无啦，对台湾人来讲，咱随时爱烦恼嘛，因为咱离上地足远的，但是咱都魔鬼住伫咱厝边啊。敢若咱厝边有一个路麻，咱当然爱谨慎但是免惊吓，因为
人生毋是干那一个人尔，啊好人嘛毋是干那一个人尔，吼，所以咱台湾是伫爱建立一个良善的政治，去结合全世界好人来甲咱台湾吼做伙。所以第一点，吼，台湾的问题毋是干那咱台湾人单独面对的问题，吼，拄啊方中也好，还是讲郑秀兄也好，所讲的咱以另外一个较全面性的角度来，互咱的观众朋友来思考。第一个吼，伫个18世纪吼19世纪的时阵，即个德国应该迄个时阵叫做普鲁士啦吼，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讲一句足简单的话，用安全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即个意思就是讲，你要参人烧台，你要共台要共侵略的国家，毋是干那单方面的，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就是讲，吼，这搁接来，共款是普鲁士的战略专家克劳塞维兹讲，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吼、啊，所以伊即个19世纪两个真出名的战略家、外交家。因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咱台湾人来看这个问题，毋是单纯用伫咧台湾国内吼替中国共产党讲话的讲法，比如讲啊，你著卖战争啊，啊，你著卖甲讲啊，啊，一种就是讲像一个槟榔的网络顶讲叫一个叫槟榔的，迄个敢若是台北市长郭文铁，伊讲啊，台湾爱左右逢源，袂当左右为难，啊，问题是谁咧甲咱为难呢？是谁咧甲咱为难？是谁要甲咱侵略的？咱台湾爱想清楚，爱讲清楚，咱才会知影讲，咱的朋友伫倒位，咱的敌人伫倒位，然后伫国内，咱的敌人伫倒位，咱的朋友伫倒位。所以，伊我安尼讲就是讲，战争有4个因素，叫做物质因素，佮非物质因素，另外一个是国内因素，一个叫做国际因素。物质因素就是你有偌济枪嘛，吼。拄仔就讲啊，1996年的中国，吼，迄个时阵，即个中国共产党江泽民因闷声发大财，所以军队真腐败，伊无迄个能力发动战争，所以会惊赢。所以因迄个拄仔方丈有讲啊，就讲迄个时阵搞足闹气的，那吼，即个北平小鹰号啊，南平尼米兹号安尼来，因就踹甲吼踹赛，毋敢叮当。啊，但是即摆无共款哦。因为中国共产党以2005年以后变成全世界 GDP 的第2大国家，伊的武力即摆嘛是第2大国家，就敢若一个战略专家讲的，啥物叫做战争？战争就是讲你有够迄个实力，啊，佮你有迄个意愿，你就当拍人啊嘛。啊，即摆有意愿啊无？对，咱就无，因为迄是单方面，我都有讲哦，安全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啊，若无安全嘛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所以我要互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咱的电视馆顶吼有写，讲1954年美国参台湾有一个军事联盟，吼啊，然后1954年，因为迄个军事联盟，所以中国开始甲咱外岛拍飞弹，吼啊，然后到1955年，英国、美国咧推动两个中国，就叫做 Sino-China 哦。迄个时阵，毛泽东讲安尼哪会使？你若安尼甲金门、马祖撤兵转来了后，安尼台湾平和伫咧国际法，伊就正做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以毛泽东参蒋介石小战20-30年，因唯一的共识，就是袂当以金门、马祖撤兵，因为金门、马祖撤兵了后。过去伊金门马祖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台湾平和无属于中华民国。咱台湾的国家认同，佮目前国际处境，就是压伫个即个敢若是中国，佮敢若毋是中国的即个国际地位。所以咱无法度去推动法律的独立，但是无妨害台湾正做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国家。啊，所以伫个国内因素。物质力量的部分，即马习近平因为1970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开放，1990年互伊加入去即个世界叫做国际经贸相互依赖。伫2001年，佮协助伊加入 WTO， 所以伊趁全世界钱，趁到2005年伊的 GDP 超越过日本，所以伊开始下败，开始请赢，开始发展武力，所以伫个东海
台湾海峡南海开始扩张，啊，这个扩张到2013年，习近平上台了，愈来愈下摆，愈来愈下摆。所以，那安尼讲起来就是讲，伫冷战时代，1950年的韩战，到1958年、1954年、58年的台海危机，到1995年、95年、96年的飞弹试射，到2019年开始，伫咱台湾4颗连长，伫咱甲咱乱行落，所以这件7粒哪有啥？你70粒，咱台湾嘛免惊，70粒都免惊。回到转来就讲，这就是国际因素。所以我互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是以徛伫美国，是以美国川普总统2017年12月上台了后，伊发布第一本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是。然后伫个过当年2018年2月签一个印太战略架构。咱这个总知影吼。啊，然后伊落台了后，拜登接手，拜登敢有改变川普伫个印太的政策？无，而且佫加强甲安全的部分、安全情报军事的部分拓展到2022年5月24号伫东京签一个 IPEF， 就是印太政治架构。哦，所以安尼就完成后，然后是安那美国会变成。从过去冷战时代的第一岛链，发展到今啊，因为第一岛链是一个松散，唔像北约安尼，咱台湾伫第一岛链面顶。唔是，但是我甲迄个主持人，佮甲观众解释要清楚，因为规个亚太的安全是分散的。日本是安全体，参韩国是安全体，参台湾参东南亚，伊唔是像伫欧洲是一个整体的北约 NATO。就是这个 NATO 伊是一个整体，但是蔡英大哥，亚洲好来，我这个主要讲台湾，我就讲啊，毋是，这拢有相关的啦。这就是讲，现在战争毋是一个部分，是整体。即摆已经毋是亚洲的战争哦，即摆是已经欧洲，因为俄罗斯入入来了，所以我讲台湾，伫咧这个真的2006年已经向刺杀的这个安倍首相，发觉讲。中国的经济，迄叫做非物质力量，经济发展起来，会当买足侪穿的啊。日本落落啊，所以安全有问题，所以安倍看来日本家一个袂使，所以伊开始推动叫做这自由之湖，就是这个甲第一岛链变成一个民主之盾。然后2007年发起四方会议，就是即摆 Quad 四方会议是啥物？就是印度、澳洲。美国、佮日本，大家看哦，以冷战时代到迄个安倍推出这个 Quad 按印太战略的中心点，就是台湾，大家想看卖？所以我讲，台湾的问题毋是台湾人单独面对，台湾的利益是美国国家的利益，台湾的关键地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你想看卖？那台湾无去，中国共产党甲台湾正做伊的太平洋基地，直接就对夏威夷美军伫太平洋基地，安尼过去冷战时代第一岛链无去啊，第二岛链无去啊，退到第三岛链的夏威夷，安尼美国等于用要退到1898年，迄个时阵拍赢。美西战争的美国哦，安尼规个，所以到最后结论就是讲，台湾的问题毋是台湾人单独面对，所以伊的军演，伊是会去改变规个整体的安全环境，所以会产生无安全。这个无安全，你就是对日本无安全，就是对美国无安全，就是对澳洲无安全。然后我笑你唔敢拍，你若拍了。了，规个美国、日本、澳洲就会联合起来去保护台湾。过来，台湾是全世界第20大的这个军事强国，比乌克兰更加厉害。
所以咱即摆先讲到这吼，虽然讲你的结论是台湾有安全，总是咱即摆得到重新的资讯吼，是中国今仔日伫马祖周边吼有下飞弹，总是这新大新嘞，咱的国防部即马有把握这个消息吼，嘛有在做准备。总是虽望咱伫台湾吼，伫军事方面是安全。在领导哥讲，中国是魔鬼，这无要紧。毋过你毋通讲国民党是槟榔，你毋通甲我害哦。过来咱来讲，虽望军事是安全，总是中国对咱台湾嘛有进行这个经济的制裁吼，即马禁止柑仔啊。白刀鱼、巴郎鱼冷冻的这个食品进口伫咱台湾，而且佫卖天然砂互咱吼。咱的农委会有提出4点的这个方法。第一，伫外销方面吼，开拓别种的市场；内销方面用这个食品去做加工吼。另外，来提供融资啦、贷款来帮助受到困难的农民。第4个方面，咱讲到上重要的，就是针对这个国际贸易的手段，去 WTO 来争取咱应该爱有的权利吼。咱讲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概念，是讲大家做生意吼，和这个主动愈少愈好，安尼做生意两边的这个人民拢会受到利益。即马赵军老师，中国用这种违反着自由贸易的方式，事实上是因家己的人民嘛会受到伤害，这无符合自由贸易的这个精神，敢毋是？我分两部分来讲哈。当然，这边这个美国的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咱看到就是除了军事以外，因中国的政府的各个部门拢爱对台湾一寡动作啦，无法度对中国有交代啦。哈，所以当然农业部门哈。其实为去年即个往来开始吼，3月往来到9月份的任务甲实行吼，今年顶个月迄个石斑的代志吼，所以咱用数字说话啦吼，就是讲差不多咱台湾依赖中国即个出口比例较大的生鲜农产品、农渔产品，差不多拢进境拢进甲差不多啦。好，所以伊即马搁要找物件来表示讲，我要对台湾经济制裁这个时阵，坦白讲，就数据来看，当然就剩柑橘类啦。吼，柑橘类当然是一个植物学上足快的一个分科方式啦。吼，但是伫阮小玉这来讲吼，大家普普知影吼，文旦、葡萄柚吼，这种算柑橘类吼。柑仔当然是，但柑仔佫分足有诶吼，有碰柑、有探柑、有柳丁，吼，甚至有木果柑，吼。柠檬嘛算柑橘类，所以这加起来当然吼，我先甲观众朋友讲者，其实中国本身就是柑橘类的大国。所以坦白讲啦，咱的物件去对因来讲是无感觉，因着因食因的就足好啊啦吼。台湾的当然有一寡特色，但是你坦白讲无啥物竞争啦。为2008开始，当然有一寡政治端吼，柳丁有去，是因为台湾柳丁伤济的关系。是。木果当然是迄当阵，算讲伊的制开和即个过年有相关。迄当阵大陆迄边佫无木果即个品种哈，所以我只有一个数据啦，就是差不多伫马英九政府到小英政府，即马差不多木果的即个出口吼，为差不多4-5千吨吼，即马降到剩2000几吨。是，好木果的产量差不多拢伫3万几遐啦，好，所以差不多无到10%，好，无到10%。所以讲，若今仔即马甲禁起来，对台湾敢真正会？木果其实会坑啊，愈坑愈甜愈好食啦，所以伊和其他的水果佫无啥共款。是。柠檬是安，柠檬差不多伊去年的产量超3万8左右吼，主要是伫屏东，去年出口超1500吨左右，其实比例嘛足低。柠檬可以再榨汁嘛，可以再冷冻，所以伊的产品价值袂走去。佫有一个趣味的物件，佫葡萄柚啊，因为葡萄柚咱台湾人食西药食伤重吼，所以拢毋敢食葡萄柚吼，血压药有诶无会有药性的迄个冲突。葡萄柚差不多产量嘛，差不多7000几吨。是。上悬的时阵差不多嘛。出口大陆嘛，差不多无到2000吨，它上悬到1700遐尔。这2年已经降到剩500吨吼，嘛是无到10%啦吼。柑仔我头拄仔讲啊，就是柳丁已经无啊，木果嘛无啊。咱
消费者较知影，譬如讲碰干即个物件，碰干其实是消东南亚较好啦。吼，日本早期有一寡，但我查资料，日本剩38吨，其实嘛无。啊，所以咱的产量当然十万几吨吼，所以这比例拢足少啦。所以以柑橘来讲，就是因当然要有一个宣示啦，就是讲大家拢伫对台湾，大家部门、大家品行拢伫对台湾要有经济制裁啊。我农业部门无出招袂使，但是会听的物件，旧年拢出了啊。是。好。啊，当然，鱼产品是安尼啦，鱼产品当然看照着消费习惯啦。哦。啊，白带鱼当然，早期讲咱台湾人其实是最爱食白带鱼，但你即马去有去市场话，即白带鱼拢做细条，伊坦白讲拢销大陆去啦。是。啊，你若讲大陆即马无食，佮回销转来台湾，其实我感觉这是步子还好。啊，冷冻佮无差，冷冻反正鱼啊，技术冻互较好，冻2冬也无代志啦。啊，你讲这煮食鱼，这嘛毋是咱台湾市面上大家主要伫食的物件啦。是，好，所以，伊个用这个 COVID-19 的病毒，这当然，这就是大家的，你若讲食安，大家佫无会讲哦，所以这种就是政治嘛。就是你讲起来，若是照安尼分析来看吼，中国是主动在替咱在分散这个市场甲风险。其实市场本来就爱分散，其实农产品本来，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啦。我讲较紧的，就是讲。照理是袂使，因为中国敢咱进市场，咱开来思考咱农业要发展啦。是。好，咱应该家己爱有战略性的前置思考，咱台湾是不是爱种遮侪物件出口啦？好，因为农产品的分类吼，伫海关国贸体系是 F2 编号，其实前10大第1名是远洋渔业啊，好，迄个拖罗甲迄个煎鱼，是啊，第2大的是这个畜牧添加，好啊，甚至包括花卉、羽毛、动物皮革，这拢算替台湾创造农产品出口外汇。其实生鲜的农渔产品伫创造外汇是排袂到前10名的。好，所以咱是不是爱放遮侪心力、遮侪资源去补助遮？其实爱思考啦。咱应该爱思考讲，咱开遮侪钱、遮侪人、遮侪农地去种一寡要出口，结果市场佫歹拍，是不是爱思考讲咱进口替代啦？因为咱足侪物件爱进口，咱是爱种一寡，譬如讲玉米啦、大豆，咱的进口差不多99%、98%，是咧加遮农地来加种遮来降低进口依赖。若是爱进行遮个工课，政府毋都爱去辅导去转移。当然啦，所以就讲毋是等甲中国甲咱台湾的物件进了，咱开始思考农业转型。是。好，咱讲到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经济的作为吼，事实上中国济对这摆 Pelosi 来台湾欢迎的这个动作吼，受到国际媒体嘛受到国外领导人的批评。咱即马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峡大规模军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蔡三表示，中国军演范围包含日本经济海峡，已经向中国表達關切，也呼籲兩岸和平解決爭議。そのような観点から中国側が発表した一連の軍事活動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懸念を有しており、改めて両岸問題の平和的な解決を強く促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澳洲也對台海局勢表達關心，佢表示澳洲無希望兩岸任何一邊單獨改變現狀。But our position on Taiwan is clear.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and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partners to promot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蔡總統柬埔寨舉行嘅當協外長會議，佩洛西訪問台灣引起台海局勢問題，也正做這擺會議嘅焦點。We hope that concerned parties do not take actions that may deteriorate or escalate the tensions.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 escalation of tensions will help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s or, solve the differences. 不過，俄國外交部蔡志地佩洛西到台灣進前批評伊這擺完全是倡導，也佢表示莫斯科堅守一種原則。俄國外長蔡沙地面點，佢講佩洛西訪問台灣甲烏克蘭問題是同款的。Не берусь судить, что ими двигало.
Но то, что это отражает ту же самую линию, о которой вот мы говорим применительно к украин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это у меня сомнений не вызывает. Эт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доказать всем и вся.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初一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强调，为俄国入侵乌克兰来看，国际社会无法度接受这个大国违反国际法去侵略确实邻国。不过，中国外交部初三发表抗议声明，呼吁德国唔通干预中国内政。这几年一个发展甲台湾关系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是表示，佩洛西访问台湾，因讲是拍开台湾大门，捍卫自由民主的人士拢陆续来访问。公司新闻竟完全变样。 咱今来看三个国际社会的发言吼，大省是北京的发言人讲，北京无理由照着 Pelosi 来台湾访问这个代志吼，提悬对台湾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另外是德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同款，伊讲。 中国无应该用 Pelosi 来台湾吼做借口，提悬军事威胁，也是讲采取经济胁迫的这的措施。另外，法国伊是讲台湾的人民有权利伫家己的这个土地面顶吼来迎接外国来的贵宾。洪忠大哥，咱看到即马国际的声音吼，咱感觉讲小可有较焦层啦，都是讲北京无应该用这个 Pelosi 来台湾做理由来威胁到台湾。安尼，咱较早伊伫捌咧，互人讲吼，台湾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吼。即马看起来 Pelosi 来台湾，虽然有侪人甲反对，包括拄则郑修老师讲到美国的这个智库可能嘛有反对的，总是结果咱看到国际社会咧讲的，袂输中国才是迄个 trouble maker。 咱即马去回想这个历史吼，当初叫台湾叫做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其实是啥物人？其实是为着迄阵陈水扁总统吼，前总统以阵咧话讲要正名制宪，甚至讲要做防卫性的公道。是。但是防卫性的公道，迄阵落尾美国人弄清楚讲，其实无啥物作用。第一。 第二，防卫性的公道，伊毋是要改变国号，毋是，嘛毋是讲要讲公道独立，嘛毋是，伊是讲我要安怎防御我台湾吼，要买什么武器啦，还是安怎，这样的公道。所以伊弄清楚了后讲这可能是误会。是。但是主要是正名甲正宪，制宪甲正名这个代志，因为迄阵美国为着要和中共有较进一步吼，尤其是反恐。 迄阵因为基于之后，基于之后要掠这宾拉登也好，还是讲要拍阿尔盖达，因为因美国的情报讲，因拢秘离阿富汗 （Afghanistan）， 所以阿富汗伊秘离遐迄阵塔利班的政府讲拢甲暗号，所以要掠伊掠袂着，所以理由是安尼讲，要去拍，但是因为阿富汗拄好伫中国隔壁，主要个因为是伊斯兰的国家，所以伊想讲伊和 中国上惊的新疆这边的伊斯兰教的者，也是讲这穆斯林合作伙的时阵，新疆要独立，因遮人含伊合作伙要安怎？所以美国想济，想讲我要牵因吼，互阿富汗较我中国，中国嘛叫阿富汗过来帮助我美国去掠这恐怖分子。再想讲台湾叫伊较乖咧，因为是美国有需要讲要叫台湾较乖。 所以就开始认真讲，看陈水扁咧讲啥？哦，一开始误会，是，但是落尾就麻烦啦，过来个麻烦啦，因为伊要美国要去救中共的时阵，变做讲希望你台湾拢无声。哦，伊不管你讲啥啦，上好你拢莫出声啦。是，我拄好含这个朋友要交往，你莫遐滴滴嘟嘟啊，吼，莫甲我加麻烦，其实安尼来。是，但是落尾发现讲，中共客。 美国讲trouble maker这句话之后，开始嘛做一寡有诶无诶，开始威胁台湾诶时阵，军机嘛要冲中线诶时阵，就是两国论诶时阵嘛，后壁嘛，特殊国跟国甲两国论诶时阵，落尾陈水扁讲这个代志诶时阵，伊嘛军机嘛冲中线，是，迄阵个美国政府就感觉毋对啊，因为伊感觉讲这是无理由诶威胁。 哦，所以因嘛搁出手啊，迄摆嘛是有搁出手啊，美国嘛是出手啊，叫中国卖出手，叫中国卖军机卖冲过来，吼，伊嘛是照你迄阵安尼讲，
你中共卖单面要改变现状，是，伊嘛是安尼讲，啊，当然迄阵两边讲吼，两边拢有讲，所以咱顶倒来看，国际上的反应其实是看情势讲话，毋是看讲什物国际法，毋是。台湾人有一个错觉吼，去用教育讲，什物拢国际法，歹势吼。你也等甲讲，我即摆去用拍甲吼，拍甲淡水去用拍落来啊，吼，家人去用拍落来啊。台中港去用登陆的时阵，你讲我派代表去国际法庭开会、开庭，第一敢有效？会付无？第二，这国际法庭的法官拢听什么人的？嘛是这大国的。哦。这大国，你讲 G7 嘛好，吼，伊可能国际毋是大国的国际，但是伊拢听因的，因为因后壁什么人？因后壁这人支持这大国支持者，这大国和中国拢有正式的邦交。因拢承认啥？一中的原则，什么叫一中原则？哦，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是。啊，伊咧处理变成中共咧拍台湾的时阵，伊会讲我是内政问题啊，我是 insurgent 啊，内底叛乱啊，我咧平乱啊。哦。所以你去国际法庭无效嘛？是。这无用论啊！我意思讲，你行国际，毋是行国际法庭。是。你要处理台湾问题，要台湾获得保护，其实即马做甲对。这个像咱顶礼拜有讨论的，你也掠着讲，我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同盟的重要一部分。哦，大家是种帮赞，因为你是我的共阵的嘛，是共的意识形态、共心的人，是行做伙这 partner， 我甲你保护，是安尼。啊，当然你包括你讲你半导体吼 ，IC 这 chips 啊，这个 wafer。这个物件你制造高科技的物件，拄好是这大国上需要的啊，所以伊甲你保护，即嘛是理所当然，伊直接入去个嘛。是，郑学老师讲到这个问题，共款的问题吼，咱拢看到国际社会一直咧讲，无望中国甲台湾任何一边吼，家己大主大意改变现状。咱知影台湾若要追求法律的独立，这真正是改变现状。当这时中国若是要甲台湾食掉要统一，共款嘛是改变现状。咱看到咱的即摆的政府吼，较无咧讲台湾的法律的独立，啊，也就是因为安尼，拄则讲到迄个 trouble maker 的问题就较无。啊，即摆国际社会开始伫安尼讲，煞变做中国要追求统一，共款就是变做一个改变现状的焦点。确实啦，对于中共来讲吼，伊本来是讲两岸问题。是内政的问题，所以伊无希望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啦、日本啦、欧洲的国家来插手。伊本来是安尼，伊是硬望讲，哦，伊来大来食咱细汉的。是。所以是讲，伊的实力，不管是经济啦、军力啦，还是外交，因会慢慢甲台湾食落去。所以因无希望其他国家来插手。啊，问题即马就是因为。中共的即卖压霸咧，使着两岸的问题哦，被国际化。哦，这因上歪的。所以因歪的，因无想要达到的目的吼，颠倒是因家己即个所处你个讲是家己主张吼，变讲背道而驰啦。所以对外国来讲吼，对美国啦，对日本、欧洲来讲吼。即马中共伫咧逼迫台湾哦，颠倒是对中共是一个破坏现状的 trouble maker。是。所以对美国啦，对美国来讲，当然伊希望是讲两岸用个对话嘛，上济大家拢坐来，大家来讲，啊不管安怎，就袂去动骹动手。是。所以你讲即马。伊中共呢对台湾这个演习吼，3天就拄仔有讲嘛，伊讲搁延长到8月8号。问题对国外来讲，这是不只是对台湾威胁，甚至是对规个这个印太地区的威胁。因为要怎讲，咱的航班拢会改变。啊，比如讲日本就日本来讲，因的能源运输本来是爱经过，台湾海峡是较近嘛。即马为着你的演习，比如讲伊爱行台湾东部，加了钱啊，搁加了伊的时间嘛。啊，万不幸你的演习若搁
不拍着我的船，啊要安怎？所以对各国来讲，你3天个用你小单的吞论，你若国家落去，其实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啦。是，所以对大家来讲，其实中共的这么所处所为吼，其实是愈来愈引起大家的反感。是，根据郑修老师所讲的吼。国防部今仔日继续把握到消息，讲中国伫台湾的东北甲西南周边的海域吼，搁发射飞弹。在林大哥，咱看到中国这款这个作为吼，受到国际社会批评。而且佩洛西议长来台湾的时候，伊建讲拢讲要保护台湾的自由甲民主，伊要保护迄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制度吼，这甲咱台湾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一个民主的这个体制吼，对咱台湾的地位真正有帮助。好，迄个我搁延续顶一段吼，来甲咱所有观众朋友分析吼。国内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来讲，因即马伫咧北戴河会议咧揣测。伫咧20大因党内的人士，咱知影讲中国武汉肺炎对中国的经济民生造成真大的即个冲击，所以因党内对于习近平的领导有一寡意见，所以伊必须爱即个若无动作，伊的内部的矛盾就会激烈化，所以伊今仔日写啊，你看嘛，咱拄啊主持人有讲哦，伊伫咧东引、乌龟吼。啊，搁即个我应该是喺金门，搁乌龟中，吼拍即个火箭弹，啊，伊若毋拍，伊若毋直接就拍东引，伊若毋直接就拍土，啊，若拍去海，伊就是即个，因为伊要做一个动作，讲我有哦，我有咧动作哦，来用伊内部的因素，所以伊即个代志是甲外部的因素作为内部要处理矛盾的方式，这第一点。第二，咱可能讲到 Nancy Pelosi， 伊来台湾，伊伫咧落飞机的时阵，当时伫咧美国华盛顿日报一篇伊的文章，讲伊讲到3个重点，谁要来台湾有3个理由，就是安全、经济、搁地理。吼，安全、经济、地理，就是我拄仔互咱观众朋友看的即个图，即个图就是以川普时代印太安全架构。佮一直到拜登签署确定的即个印太经济架构，第一个印太安全架构就是安全、战略、外交、情报，然后经济架构就是先建立新的即个新的供应链，要脱离即个极权国家的供应链，因为1990年以后的美国。中国因为国际经贸互相依赖，已经唔是过去冷战时代的美国甲苏联，迄是两个世界。但是即摆这是极权跟民主国家家做伙，南做伙，吼。所以这个部分，在大哥你拄则讲的迄个架构，即摆咱台湾无伫内底呢？无伫内底是互中国共产党无迄个理由甲你用，吼。你无迄个结果，咱拄啊来宾拢有讲啊。全世界半导体所有高科技的关键零组件，拢伫台湾呢。敢若讲半导体好92%伫台湾呢。全世界你若无半导体，你即马你的电动车有法度点动无？你的电话有法度点动无？拢无法度呢。即马现代已经毋是18世纪迄个时阵工业化第一阶段工业化，即马已经进入到 AI。区块链、云端计算，个大数据 ABCD 的时代，咱台湾已经行向 ABCD 的时代。当然中国有足侪钱的，所以我要讲，伫咧国际因素决定 ，Pelosi 来台湾，简单讲就是国会部门要来确认参行总统行政部门，而且毋是一任总统，是共和党的总统甲民主党的总统，因共同完成的印太战略架构，这是重点哦。过来，佩洛西来台湾，搁讲一点，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咱拄仔来宾拢有讲，什么叫做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毋是你插头人，
中国共产党要拍台湾，咱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去喙的食米粉啦，看现现啦”，所以免烦恼，讲中国共产党会对台湾有任何好的想法咯，一点仔无哦，因为伊摕台湾，伊会当甲台湾人拢抬死，伊就是要爱台湾岛，伊要爱台湾岛，伊就是要参美国去竞争霸权，这是安尼，所以这个战略家有一句话啊，这个无战争无霸权，但是另外一个是个无战争无国家啦，所有的国家拢经过烧台。但是现代的烧台，唔是迄种热武器的烧台，现代的战争是种非物质的、这个战争。所以咱台湾人爱回到转去讲，台湾关系法，佩洛西一真清楚，台湾关系法的第2条第1项第2款，佮第2项的第2款，拢约束国会去管理总统，总统袂当互台湾。